是大肚兄，你好，稍等下哈，时间到就开始。我设定一下。所以，若方便啦吼，早头前10分钟早麻烦你安尼，甲咱分享一下吼。毋知你有准备无？好啊，好。安尼我可能会使你打一个连结，大家看一个连结安尼吼。哦，好。你打出来，我甲打对个拼link遐。嘿，马文，你好，我甲你留起来。阿权你好，大同兄你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来。大家好。嘿。平安。我拄仔看阿权敢若已经开迄个 YouTube 的直播。是。卡拉好时敢若无叮当，我就甲做其他动作啊哩。哦，安尼哦，因为我着先迄边先用起来，无遮紧啦，着搁即边着爱搁一点时间开一下吼。大头兄讲要分享一个 link 啦吼，等下伊会，咱就互伊一点时间来甲咱分享一下迄个民族主义或者是国族意识的。要上你来啊，要上好。嘿。我就是尽量甲大家拢揪起来了，欢迎大家开讲吼。Hello，头一摆有对着。安尼哦。欢迎。好。好。之前迄个阿权兄拢有甲迄个录影，所以你应该会使去找伊个 YouTube。我家己着频段去听哦，所以我想讲有兴趣去听录音的，可能无介做啦吼。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工作行动其实足简单足简单，我是毋知影讲原来这是会当我开讲啥。袂要紧，迄个等下大肚兄会甲咱分享一寡伊所知影的吼。咱会一点仔头前一开始着一点仔时间，互伊吼，互伊甲咱分享一下。我先甲伊要分享的即 link 打去。稍等下，我甲 link 打去吼。我为虾米我打袂起？歹势，我敢若无法度打去款的。毋知是阿权搁咧设定迄个 YouTube 还是安那？我是有看到 YouTube 的直播已经开始啊，只是现主是伫 Clubhouse 遮无听到。我袂记开麦克啦吼。歹势，我要甲迄个大肚兄迄个拼link吼，要甲打去，但是敢若我一开始着拼link打好了后，伊着无爱我改。第二条是我伫 YouTube 所看到阿权兄所放的应该是直播的迄个连结啦，我毋知大家放的连结是倒一个安尼。歹势吼，我敢若无法度甲大肚兄所分享的即个 link 吼，甲打去吼。伊无爱我改啊，所以大家你早麻烦你去看伊个大肚兄所分享的即个 link 吼。但是大肚兄，你敢要我即马放，还是安怎？我看是 YouTube。我主要是讲吼，咱敢要开始讲。等下吼，我遮手忙脚乱吼。link 我打袂起咧，所以各位大肚兄，甲你请教一下，你即马即个 YouTube 是要即马放，还是讲你敢若要互咱等下大家有兴趣，就家己去看就好？
好，下了解。爱3、4点钟。好，安尼，即马时间交你吼。好，多谢。嘿。大家好吼，即马咱台湾总统大选拄啊，即个完成吼，啊，相信咱嘛是大家诚欢喜，即个中华民国台湾即个总统选举，自有史以来连续3遍的执政当选的是算第一遍，因为可能大家嘛知影讲台湾可能要政权卖分体足困难，因为即届选举大家知影讲，敢若过去戒严的时代影响哦，大家人民拢认为讲爱甲政权轮替，卖来做伤久，所谓的长期政权会做歹，安尼吼会腐败会腐败安尼。大导演，我先甲你插断一下吼。咱时间有限吼，所以你直接进入主题啦吼。啊，主要是你要分享的是台湾各种意识的定义啦吼，这是较重要吼。其他等下开讲就再来讲嘿。你要下几分钟讲，你先定一下安尼。是10分钟嘛完。10分钟啦，好，啊，我7点10分钟啊结束。好，安尼就是讲，即个我有打一个 link 伫 chat room 吼，即个是一个东海大学的教授叫陈彦峰吼，伊伫讲即个国族意识，其实就是一本册 Ernest Gell 啦吼，即个政治学者伊写一本册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听过。即个翻译内底较早是讲民族加民族主义，但是大家咧感觉这无好，其实应该是国族加国族主义。但是佫有人讲安尼翻嘛毋对，陈彦峰教授伊讲，这应该是翻做族国加族国主义。吼，所以伊写的即本册，当然咱若要讲理论吼，讲3、4点钟嘛讲袂掉。所以我简单甲讲的讲，我顶个嘛有甲分享，较向我听，甲大家分享的讲，咱即个台湾即个族国意识是要安怎形成？其实即本册伊即伫课堂上伊嘛有伫讲，你大家如果会使去看，伊有讲一句话，这毋是我讲的。伊讲，比如讲大同电锅、黄建民、新思，这是咱经济台湾人拢捌的字典，甚至金门人、马祖人，伊药房嘛买着丝这个药啊，黄建民，甚至金门嘛是有大同电锅。我相信呢，迄个吹一个包啊，大家拢感觉讲用大同电锅来吹上方便，这嘛是咱上熟悉的方式。安尼，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讲，这就是咱的国族意识，也是族国意识。因为你捌这个，就是表示你是台湾人，所以咱毋是用政党来分，也是你的意识形态来分。哦，你是红的，你是蓝的，你是白，是你认同这个物件，你有这个文化，你就是台湾人。啊是安怎讲？大家讲啊，这敢若足平常的，感觉这袂使用这做定义。但是你甲看中国人，伊都毋知影所谓的大同电锅。你甲讲大同电锅，伊捌听过。伊嘛袂讲吹吹包啊，伊会用这个方式去吹。当然，伊有家己的方式。啊，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讲，譬如讲，伊要感冒，伊试，伊可能嘛袂试买即种药来食。因家己有家己的药啊，我嘛毋知影啥物药啊。你甲讲试伊嘛听无。所以，咱会感觉讲，金门、马祖到底是毋是台湾人？有人讲伊毋是，有一部分的人讲伊毋是台湾人。但是你敢问，你的价值、你的目标，敢是甲台湾人足相像的，对吧？你是吹一包，你嘛是用大同电锅，你甲大陆人无共，你甲四川、陕西、湖北的人无共，所以甚至咱嘛讲，迄个福建人、厦门，甲咱讲的话拢几乎差不多。
安尼咱讲共款的语言的，咱都是共做的。所以福建人讲伊嘛是伊敢是台湾的迄个台湾的各种意识的一部分，对无？但伊绝对嘛无认同。所以我讲意思讲，这个电伊咩讲，就是讲这个册，这个教授课堂去讲解说，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看。当然这是较学术的物件。当然，迄款影顶下嘛甲分享过，讲伊有家己的迄个思想的方式。我嘛感觉大家拢好，大家都是互相参考。有个人讲伊要来教迄个会话语，你拢歹用四角语，这嘛是我认为这嘛是有意义的。你用做你介意做，你有意义的你去做，我嘛尊重你。要学的人去学，我嘛有时间会去学。所以迄款影若有家己的方式，我嘛是感觉这有意义。你认真做，欢喜做就好。安尼，所以咱互相来交流，互相来分享。莫讲攻击讲吼，你安尼毋对，我安尼对，安尼就较会冲突。但是到底是啥物才是真诶？咱互相来检讨。安尼，我讲安尼差不多啊吧。好，多谢。感谢大督兄吼，时间其实搁你正量啦吼，按准备搁互你讲5分钟呢吼，但是就是应该是你甲你所要表达的讲煞嘛吼。大家麦克其实会使开起来啦吼，尤其是我甲你扭起来吼。对，我讲煞。就是开讲，所以免无必要讲你麦克一定要关掉吼。当然大家有礼貌就有影啦吼。我尽量甲所有人，不管认捌无认捌吼，我拢甲你扭起来吼，欢迎你来开讲吼。当然阮以后逐礼拜拢有时间会安尼做，就是欢迎大家来。但是咱题目定甲足清楚的啦吼，就是台湾各族意识起造工程队的就业退休会吼。所以第一点，你若对台湾各族意识无认同，或者是你认为讲我根本就无想要理解，嘛无兴趣。甚至我反对，安尼你就毋免入来吼，因为这毋是你这毋是你要入来的所在啦吼。第二是讲起造工程队，所以希望讲你平常时都有你做即项工课吼。所以对阮来讲，这毋是干那嘴讲尔吼。阮其实吼就是讲对迄寡什么想甲规本机吼，做无一汤匙即种的吼，其实阮就讲实在袂甲你尊重啦吼。第三，讲是就业退休会，当然就是利用即个拜六礼拜嘛。退休会意思，我进前一直解说，我今仔佫解说一遍，就是讲平常时咱伫咧前线咧征战吼，咱伫咧不论你咧做啥物吼，就是讲你咧做台湾各族意识即个工程的时，拢就算是伫咧前线咧征战。咱今仔就业，咱退转来即个后方，咱逐个互相，尤其是咱互相，逐个拢咧做相款的工课嘛。我讲相款的工课，就是讲各族意识起造工程啦，但是内容可能足无共的吼。有人是文理，有人是教育，有人是语言啦吼，有人是文化吼，各方面。咱今仔日利用即个拜六礼拜，逐家逐个休困，也互相来交流，也互相来参详。讲你会当互我一寡什么意见，还是甲我建议无吼？我拄着什么款的困难，还是我实在是毋知要安怎做吼？还是讲我做甲足善、足野善，或者是做甲足灵心的吼？拜托毋通吼！逐个你来遮就若敢若讲好拖，逐个你分开好无较无遐尼严，较无遐尼烧脑。咱自我来，就是要即个目的吼，就是大家互相来遮鼓励吼，来互相来成长。OK， 我甲你 invite to speak 吼。啥物佫登去安尼？伊迄另外遐麦克佫无去啊？歹势。伊讲这可能版本的关系。对，这随时登去甲我讲，无我无注意着我是当时登去我都毋知。差不多有10秒的时间。安尼就好，袂要紧，10秒无差。可能是我拄好要甲设定讲，啥物人会当要甲 invite 的时阵就登去。好，拄则大督兄所分享的吼，感谢伊吼。但是伊讲的迄个啥物陈永芳吼，其实我对伊所定义的吼无认同啦。我顶回讲过，我今仔日无搁加讲吼。
咱顶回有另外定一个题目吼，就是讲我提起啦吼，提起一个题目讲，你平常时绝对，尤其是你若愈坚持台湾国族意识的人吼，你绝对会拄着即种人，直接就甲你呛讲，你极端，你是激进分子吼，你是激进，你是极端，吼，你是走偏锋，你咧败票吼，我相信即种指责绝对拄会着啦吼。尤其是你愈坚持做台湾国族意识即个吹杀的工程，你愈会拄着即种对你的指责吼，败票吼，讲你败票，讲你是什么侧翼哦，各种即方面，啊，你拄着即款的指责是要安怎？你要安怎面对？或者是你心内要安怎家己建设家己讲，我要安怎搁继续做？啊，若为着莫遐艰苦，为着莫好啦，啊，莫遮极端啦，莫遮激进吼，啊，莫甲恁败票啦，我退较后壁啊，莫做甲安尼，做甲老烂啊，互做甲老干，互逐个嫌甲老烂安尼吼。你有啥物看法？你敢有知影讲？敢有啥物？甲咱提供一寡，互咱知影讲要安怎做安尼。我拄则讲啦，就是尽量逐个麦克拢开起来啦，做你开讲。珊妮你讲袂要紧。我知影讲有诶人诶方向是文化语言方面，伊就不爱讲甲啥物政治认同。因为想讲文化迄种看起来较安全，就人咧想讲这是个文人书，就袂讲伊败票，甲啥物中华民国派拢迄惊走安尼。其他人认为咧？若是我个人的看法，譬如讲我遇到即款人，我就会讲，我基本上尊重目前台湾人民的选择，毋过你会认为我所谓的行偏锋，应该是因为你伤过自我中心，无就是我一个讲法，你一个讲法，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无任何人是偏锋。是，我毋知啊。平常时安尼若安尼讲，毋知对方的反应是安怎？你感觉效果好？有法度说服对方无？伊应该，我认为上大的问题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对台湾、中华民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无想，嘛免想甲足彻底，就是你只要知影讲即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就知影讲，台湾是台湾，台湾伫1945年开始比中华民国，伫这进程就是因两阵人咧争讲，谁才会当代表中国，毋过一个人这输，所以走来台湾，就是安尼我会甲提醒讲，你看目前的体制，譬如讲，咱咧看外国人，吼，一寡行政上的规定会分做三地，就是譬如讲外国人、中国人，吼，台湾人，为虾米中国人袂当囥伫外国人即地？为虾米要专工设一地所谓的大陆出来处理遮个问题？遮个制度就是敢若拢斗袂起来。你加开遮个时间甲成本，你认为有啥物意义？抑个你认为为虾米爱设计即款的体制？就是我会为即个方向去甲讲，对你拢无认为遮足奇怪话，是安怎咱无法度甲中国当做普通的外国？一定爱是掠过来，搁掠过去，吼，搁无规波甲人关系嘛讲，无伊其实袂出效，你遮个人的想法拢是你爱配合伊，因拢毋免管台湾遮个人要安怎想，就是甚至是到对选举拢结束啊。必想遐歹势吼，我甲你用时搁出来话讲，民进党咧无法度代表主流民意啦，无你是有几票？必想遐歹势吼，我甲你拍断吼。拄则珊妮吼伊有讲吼讲，
有诶，就是为着避免讲拄则讲诶，拄着迄种互人认为讲你是激进吼、极端吼，所以呢，伊就是做较软诶吼，就是当然咱想讲较软吼，较软性诶文化啦吼，即方面诶，较避免讲去互人讲你白票啥有诶无吼。其实吼，我认为吼，你做较软就无效啦吼，因为在若赢。在反对台湾国族意识迄寡人的心目中，心中，你所做的一切，不管是软硬吼，都是因所反对的。所以只要你做，就是激进，就是激进，就是极端。对你的指责，对你的指控，绝对袂停止，绝对袂讲因为你做的较软，我就甲你当做是袂要紧啊，你就做你去做。我举一个例啦吼。我拄即礼拜我咧看即方面的我想要看有啥物咱主题当开讲会当研究吼。我看到一个人的迄个 YouTube 吼，敢若叫做高福格还是啥，伊伫咧城大一个演讲吼，伊讲一个故事，毋是故事，伊讲吼，伊本来就爱去看啥物伫咧二二八遐毋是啊，伫咧即个二二八公园内底有一个啥物博物馆，还是二二八的即个展览就对啦吼。伫咧马英九选调做市长，当然迄是较早阿扁的时代吼。马英九选调做市长，甲即个龙应台，做文化局长的时阵，伊随甲迄个二二八迄个啥物展览，就甲撤掉。安尼你即个安尼听有无？在你看起来足软的，不管你做啥物软性的，在因看起来，迄就是足插目的吼。所以，只要你有兴趣，只要莫讲你要做哦，只要你有兴趣，台湾国族意识去做工程吼，只要你小可有一点意识，伊就要甲你落死就对了。你迄个样是拔起来，伊就要甲你硬要甲你挽掉，或者是要甲你落死安尼。所以根本你就无必要去考虑对方到底是安怎来看待你的。吼，当然我即马讲的是对方无一定是讲哪样，甚至是家己阵营的人吼。讲你败票，讲你极端，讲你其实拢无必要去考虑即种代志。即个牵涉到拄则大多兄所分享一个啦吼。我为什么讲我无赞同吼？我著爱小解释一下，因为拄则伊所讲迄种例你是毋是用台中电锅啥物吼？就是讲伊伫咧定义即个国族意识的时阵，变成讲是伊客观条件，就是讲你身躯毋是你本身主观的吼，是你客观条件讲因为你有即个客观条件，你符合，所以呢，你就是有台湾国族意识，毋是。即迄大营方，我毋是针对台东兄，大营方你错了吼，毋是今仔你讲用台东电锅，还是讲知影王建民，还是讲你伫咧台湾生活，啥物你著有国族意识？甲你讲无啦吼，毋是讲你用即寡人，你著绝对是有迄个台湾国族意识的存在，完全无。台湾国族意识毋是客观条件所形成的。台湾国族意识是主观意识，是你本身要有即个主观，讲我要来建立一个台湾国家，我要来建立一个台湾民族的人，才有即个台湾国族意识。安尼即个定义有清楚无？这是对我来讲，足清楚而且足简单的，无需要写几本纸面讲甲3点钟、10秒钟就讲煞。你若有即个意识，你有即个建国意识，你有即个台湾要建立一个民族的即个意识，你就是有台湾国族意识。就安尼尔，所以是主观意识。只要是你的主观意识，你就无必要去考虑讲当我安尼做的时阵，别人要安怎甲我看？你就有即个意识这就是事实啊，吼。你讲安怎做嘛是极端啊，在因看的极端就是极端啦，吼。所以根本就无必要去烦恼即种代志。我即马嘛甲我拄则提出来迄个问题吼，直接讲答案。当别人安尼讲你的时阵，你要安怎？我甲你讲。你的意识你爱坚持，你的想法你爱坚持，但是你的做人爱温柔，爱谦卑，对人爱有礼貌，吼。因为伊介意的是你即个人的时阵，伊才会接受你所讲的，你才有法度说服伊。以上是我的答案，大家分享。较想是安尼吼，我是马面。好来，迄个像 Candy 哦 ，Candy 老师要讲先讲。无啦，我无说是饲着迄声音，互恁听着背景声。因为
讲到国族主义，当然目前为止，过去咱也无即种教育啦，吼。过去的教育大概拢是中国国民党因迄种中国人的，所以即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你网络顶头遮的台湾通讯，遮知捌较侪遮的有关台湾主体意识也好，台湾本体意识也好，所以过去即半年以来，我个人吼，遮有去思考着讲，台湾人需要重新去思考10月25日这是啥物日子，因为若准讲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合理对待伊的人民、伊的百姓，伊绝对袂做遐个代志。当然。日本殖民台湾，伊原仔嘛毋是好卡，抑毋过至少比较起来，讲一下歹听，真正对台湾人来讲是，新的无来，毋知旧的好，带着换着向啥的，莫怪人会讲，高气低来嘛。抑毋过，遐个中国人就是惊台湾出头天，只要因认定台湾有可能一点点迄种出头天，因就是讲的嘛，宁可做汤德章。王玉林因遐个精英，拢去互中国人，拢去互中国国民党三个乌白母，凊菜就干掉当白了。所以，将台湾人遐个精英，因为讲实在免偌久进前哦，差不多才100年前尔。台湾人有才调、读册、受教育人数、人口比例是少的。在迄个情形之下，差不多用一个具体例，阿扁啊因兜。因差不多是将规家口的力量拢灌伫阿扁啊顶悬，希望伊出人头地，然后会使人讲啥？因中国话讲的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一个人爬到一个关站了，伊可能就开始包庇因兜厝内底遐个人所做的歹代志。你看韩国的总统，迄只一人去了，伊遐个闺蜜啥拢可能无所不及啊！啊，所以台湾人过去有可能当然遐个想法未必然是好的。但个从今以后是毋是讲，徛伫咧台湾主体性，徛伫咧台湾的意识，甚至目前很快遐想要甲大家分享，甚至讲咱应该爱去建立起做的即种台湾国族也好，迄个名词坦白讲，也毋是咱台湾人家己去设想起来，原来是讲有可能伫别国有一寡想法，啥物nationalism啊，啥物，是毋是？迄名词当然，遐个名词你要甲伊翻译做。现主时，你听有我听有，我都写出来，遐几字有可能写出来即个名词，有某物人感觉碍叫，写着迄2字甲伊颠倒变，个另外一个人感觉碍叫，拢有可能。啊，若徛伫咧今仔日咱想要讨论，咱想要理解了解的讲，针对遐个人，伊只要一看着一听着讲，台湾想要出头天的，可能就要甲你干掉当袂了。啊，若针对遐个人，其实以我来讲啦，我大概听伊讲3句话啦。有内容啊，无内容我就直接无想要听啦。啊，若无就直接用声甲压过啦。因为讲遐无内容，其实就是咧无采你的时间，无采我的时间，无采咱的时间尔。现主是就讲咱要安怎有咱家己的主体意识。当然，即摆应该徛第3届啊，很快一直咧讲，就是讲你若认定台湾国族意识，这是有需要来理解了解。啊，你嘛要来遮反驳的，你要来遮啥？塌房的，直接就甲你呼出去啊啦，因为。有一寡中国人甲假中国人，就满世界去共亮，真正我个人怀疑讲吼，莫怪去用讲啥物小粉红，去用讲五毛，因是派任务的，因是有领钱的。啊，目前为止啦吼，我认定啦，我个人认定啦，咱目前台下顶的朋友也好，台下卡的朋友，无人是有提钱的啦，迄纯粹是徛伫咧伊家己的角度想讲对，即个主题是我有兴趣的，即个方向是我想要行的，即个主题嘛。咱来选对的人行去正确的道路嘛，所以迄句话我目前还未去查证着，讲咱的总统是毋是真正讲即句话？咱的选民至少4成以上的选民是选到迄个行伫咧正确的道路，迄个执政党啦，对无？行伫咧正确道路迄条路的执政党，另外两个政党无咧行到正确的道路，吼。抑毋过咧，采取一种更较好的监督效率，所以。民进党敢若51席，国民党52席，伊家认定讲说，即种的监督效率是搁较好。当然，这是徛一个你无共个角度来看。啊，当然啦，讲一个较无输赢，就是因为路歹行，只要轮到你，轮到我，轮到咱来行啦。吼，好行的路大概，以我个人
人来讲歹势，阮是歹命囝，大概无迄条啥物好行的路啦。所以即条国族意识，台湾国族意识即条路就是无遐尼简单。当然你讲100年前因为中国人嘛，啥物某闽人创设一条做啥物中国人，啊实际上即个中国人也好，即个汉人也好，目前为止啦，你去问任何有一个有研究的人吼，你大概凊彩就是提出一个、两个、三个点是有起价，安怎讲起啊？迄根本啥咧黑白讲的啦。吼啊，所以目前为止以台湾遮来讲啦。大概你也无可能用血统啦，你也无可能用语言啦，你也无可能用文化讲有法度根据语言、文化、血统来定义啥物做台湾人啦。目前大概无法度，所以用即个台湾国族意识，目前为止可能我个人的感受到尔，我毋敢讲显原影今仔日第三届即个部分是毋是真正的想，迄是我个人今仔日第三届所听到，然后一个感想，甲大家做分享，就是你自我认同是啥？你自我认同是啥？当然，进前蔡总统有讲过，每一个人的认同，无需要去甲别人回失的，讲啊，歹势，我认同我是台湾人。头前迄个歹势免讲，恁爸我就是台湾人啦，免甲我讲遐尼济啦。就敢若我咧网络顶个读台文通是，迄就是台文。头前几届有一寡可能我直接甲定义做中国人啦，来遮讲哦那个闽南语哦，我讲。你要家称呼做啥，我拢无意见。来到我遮，我这就是台语。啊，你若要甲讲第二种名称，你就甲我拗出去。吼啊，当然你讲出来话，我原来嘛听有 OK。啊，你要甲即种我嘛听有的语言，号做闽南语，迄恁兜的代志，我无意见。抑毋过以我来讲，我讲迄台语就是台语，无第二句话。甚至有一寡人坦白讲啦，你讲安怎讲？现主是咱直接讲，伫咧麦克后壁，伫咧银幕后壁，到底是啥物人？咱坦白讲，无人知影是啥物货。也毋过有当阵啊啦，以我个人来讲啦，加听你讲几句啊吼，我算毋知你就是中国人，你甲我讲遐尼济着。马文歹势，我甲你拍断啦。有诶无诶，迄讲歹听，要假，因为你是领钱来假，当然你足拍拼诶啦，足拍拼咧假啦。啊，毋过恁爸真出世就是台湾人啦，阮诶祖先来到遮300-400年啊，你莫甲我讲啥物汉人、中国人，中你是靠乌汉字啦，所以有当阵啊啦吼。做一个结论就是讲，显然也互咱的一个理解，讲台湾国族意识，即个部分应该是个人自我认同是啥，就是啥安尼。以上。歹势，遐马文甲你拍断，因为3年，歹势3年，我先3年，歹势，3年我先互你讲一下话，3年你拄则毋是要讲，我拄好3年，好啦，那你若无必上遐来，麻烦你。好啊，我拄则就想着讲吼，因为即个议题其实伫台湾社会无好好提出来讨论嘛。啊，毋过我有可能吼，我会用即部我是捌用过几落摆，就是讲我咧解说遮个关系，我会甲人问讲，啊，你敢还会记得讲顶一道奥运的时阵啊，迄小 S 啊，徐熙娣小 S 啊，吼，捌讲过一句话，就是哦。我支持我的国手，吼啊！所来发生啥物代志，就是小粉红出征伊的社群媒体，啊，所以请问小 S 讲的即个国，敢是台湾国？其实毋是啦，伊讲的嘛是中华民国啊，毋过伊足直觉的想法，其实就证实讲，无啊，其实中国嘛无要接受你啥物中华民国啊，所以你。即位可爱中华民国国民，其实伫中国人的眼中，啊，你嘛是台独啊，所以你有差啊，你就是你早晚拢爱台独的，这悄悄的人着办勾搭，毋是吼，毋免替拍广告。是就是必上遐讲的啦，就是你伫咧迄个阿强啊迄边的眼光来看啦吼，你中华民国讲啊搁较软，讲啊搁较暧昧吼，伊嘛是认定你是主观，你就是要甲并嘛，要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掉嘛，所以绝对是甲你无客气的啦。你只要一出头就甲你定了嘛吼。3年敢转来，我拄则看你伫个马文要讲进前，你本来有要讲话吼，所以是讲互你讲一下啊。拄则我等于是甲我今仔日我进前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回答吼，就是拄则讲，人若对于即种啥物极端啊、激进啊即种指控的时阵，你要安怎面对啦吼？啊，
当然，今仔日要入来咱遮踢馆的吼，我看要来甲咱踢看板的人，我看无可能性较低啦吼。第一点，伊着爱有法度讲台语啦吼。啊，若无就是至少嘛是马来西亚、迄个东南亚、新加坡迄边有法度讲迄个福建话，或者是福建泉州、漳州即边吼，有法度讲福建话，才有可能入来甲咱踢啦吼，所以毋免烦恼啦。啊，当然，台湾内影内底吼，有即个在调通讲台语来甲你呛声嘛是有吼，我毋是讲无吼，今仔日入来要甲咱呛声嘛是有啊，绝对各位放心啦吼。就是讲，只要伊无认同台湾国族意识的人，我着踢人无啊！我其实毋捌试过啦吼，但是有机会我着甲踢掉啦吼。啊，所以各位尽量莫客气吼，你做你放心淡食，做你发表你的看法，做你对台湾国族意识吼，平常时无法度讲的迄个口水，直接对你直接踮只头棒吼，啊，必上兄来你讲。无啦，其实我拄则咧想着讲吼，若真正是有，譬如讲，譬如讲食量介即种人吼会走入来哦，我认为其实伊会当提供足好、足济的资料。其实我就想要听讲。哦，当然啦。人吼会安怎？会安怎讲遮个议题？因为其实我需要资料。就是讲，咱即只吼是起造工程，咱是要起厝的。所以咱若拄着迄拆厝堆的吼，来着要来你拆厝，我绝对是无客气啦吼。啊，但是你若是讲，你来你无同意，你会当提供阮思考另外一种思考方向的时阵，其实我嘛足欢迎啦。所以讲，比如讲社农界即种的来入来，一入来着甲你呛声吼，我想各位有诶另外我毋是一工两工尔，我有即个量会当好好含伊讲。啊，当然嘛，伊爱愿意好好含我讲啦吼。伊若无愿意好好讲诶，我绝对是无客气，都甲踢出去吼。也就是讲，咱若有机会啦，拄着社人界即种，咱嘛是足欢迎啦吼。我先继续听上一个啊，若其他朋友有要讲话，就是随时欢迎啦。是。我是回顾我个人的生命，我是想讲，其实细汉时我嘛无咧管待遮个代志啊，我是当时开始才就讲，对哦，即摆的体制安尼是无问题的，毋是讲啥物对。政府表面上讲啥物啊？咱是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吼，爱做好国民如何，传承中华文化如何，本来就是迄做功课啊，安怎交代一个就好的代志。我认为我的台独教父是马英九啦，是伊甲我启蒙的。就是当婚姻来迄阵就讲你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旗拢输个正经毋是讲一个中国国字表述即马敢若你的表述是人来咱只紧收起来就讲你规个就倒去我就开始感觉讲毋对哦所以陆续才感觉讲其实嘛是为语言开始就是当初是。嘛是甲即阵仔咧讨论迄连体遐个国文老师跳出来讲恁遮拢无咧教中国的文言文，拢无咧教中国的文学，你安尼去中国化，安尼毋对，安尼袂使，安尼学生就无灵魂，无思维，不定啥物正经其实就有共款的人，就是共一批人跳出来讲遮个话迄当阵一寡讨论才互我知影讲。其实这就是咧抢话语权啊！其实即阵人就是爱用因定义的中国文学来甲台湾文化洗掉互你正做因想象当中的中国人。我讲安尼毋对就是你嘛毋是真正咧单纯咧讲文学文学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文学。甲政治就一定是有关系所以我才豆想讲，尤其是
开始接触到台湾文学了后，就感觉讲，啊对啊，咱确实有家己的文学啊，就是你家己的文学才有法度讲你家己的故事啊，毋是讲日本的阿尼美好看，啊美国的电影好看，啊毋过，迄拢其实拢毋是你的故事啊，啊你的故事拢伫倒位，就是伫歌仔戏、伫布袋戏、伫皮狗仔戏、伫口传文学。伫进前人写的小说，进前人写的汉诗，就是拢伫遮啊。啊，就算是一开始遐电视剧安怎拢做，就算是做华语的内容，其实迄当阵咧发展的时阵，迄嘛甲中国其实无啥物交叉啊，无啥物关联啊，拢是台湾家己，就算是比中华民国化之后产生的内容，迄嘛是台湾文化一部分啊，所以。为虾米你会正做所谓的中华民国人？当然，即摆讲法拢已经甲台湾、甲中华民国甲做伙，就是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不过，咱其实想讲主体性是倒位？就是中华民国需要台湾才有法度存在，毋是颠倒过来。无就是中华民国会使去天空之城，就是日本咧，安尼咧做迄个天空之城，你会使去遐做你的中华民国，甲台湾留互台湾人，安尼就好啊。金门马祖啊，金门马祖是属中华民国无问题啊。对啊，真中华民国。毕上兄，你拄则讲一个，我足认同的，即个点结果我拄则，你无用打一个 link 啥，细神一煞袂记你讲的吼，就是你后来讲的，我煞袂记。你敢佫会记诶？你歹势，你讲。倒一部分。上尾诶部分。就是你讲咱家己诶故事啦吼，我实在有够感动诶。即点真正足重要。你讲咱家己诶故事，所以做你讲，做你去做，免惊别人甲你讲你啥物极端，你激进。我甲你讲，咱要讲家己诶故事，咱本来就是徛伫咱立场，你讲咱的故事，这有啥物极端激进的？这嘛是等于佫回互拄则三年所讲的，讲为着要歪福叫人讲你拜票啥，说讲最较软的吼文化这方面吼，其实我拄则一句话一直袂记咧讲讲，所有该政治，所有一切，所有存在，其实该政治，就因为人的存在就是政治嘛。政治当然，我即只政治的定义，毋是拄则毋是较早恁伫咧。较早就讲是阮啦吼，较早阮伫咧三民主义内底所学的讲，孙中山、孙大炮讲政治是管理政人之事，我甲你讲，迄是 bullshit 吼。政治毋是管理政人之事啊，政治其实就是利益分配，你要安怎进行利益分配，这叫做政治啊。这才是我所知影的政治啊。你去庄脚所在，你去看，你去迄庙口啦，你去迄青树骹看迄老伙仔恁开讲的时阵。所讲的政治，其实就是政治分配。即个里长、迄个乡长、迄个代表是安怎替因争取，还是安怎来即个有无？即个路顶水沟啥物安怎？迄拢是利益分配，这才叫做政治。所以呢，你嘛会当理解吼。我会当认同，足侪人对于迄个蔡英文迄派的攻击，就是吼。就是我拄则讲的啦，严教授伫遮大家安怎讲，就是讲想甲规本机啦，做无一汤匙即种的，你真正着爱注意即种的，着爱较细腻的吼。敢若会晓讲一支喙直捋啦，但是无法度通做，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做啦吼。政治连政治要安怎做都袂晓吼。你得真正去爱去甲人手爱去互人跋哪交陪，爱去甲人注意讲人今仔日是。即个路顶袂倒，水沟袂通，即种代志，爱去替人，爱去甲人关心啦吼。所以转来拄则回复即个Sunny讲的，千万毋通想讲我做较软的吼文化，我甲你讲，在因眼中看，即一切拢是政治啦吼，绝对无甲软。好，我讲到遮。哪有你讲？政治啦吼，嘛是因为。以前伫线顶，然后才有人分享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波兰的人，或者辛波斯卡，伊写一首诗讲做时代囡仔，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捌听过
捌听过的人有偌济啦，吼。啊，我著当做个袂少人捌听着过。啊，迄个Simposka 伊当然是用波兰文写，背后一个林维文的人改翻译做台语台文。当然，即个部分伊有经过周英成去改校正啊啥。伊所谓政治其实内底伊嘛有讲着，我著快速读互各位朋友罔分享啦吼。咱是时代的囡仔啦，即个时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所有你的、阮的、恁的、日时甲暗暝的代志，拢是政治的代志啦。要啊你的基因有政治的过去，你的皮肤有政治的色水，你的眼内有政治的看法，你讲的话有政治的印象，你的点睛幽怨出声，正看倒看，同款是政治的。行入松林，迄个森林 Forester， 行入松林，你嘛咧踏政治的骹步，行伫政治的土地。非政治的死嘛是政治的，天顶的月已经毋若是月球，活咧也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知影？政治的问题。准做你毋是人，你嘛有政治的意义。你是石油、粮草，也是再生原料，安尼就够。你嘛会当是迄块开花的岛啊，因为着伊的外形小济骨力艺日，到底是要伫四角的，还是圆的岛啊？单判关系生死的议题啦。同时人青笑死。动物绝气，触体导火，残垣趴远，亲像古早无遐尼政治的时代。伫即个翻译做台语诗内底啊，迄阵我就学着一个词，叫做青笑死。阮自细汉敢若听着双塔词啦，青笑青笑，意思是啥？敢若讲某物人你做一个啥物代志，然后即个互对应的人，伊可能就讲一句讲。你若安怎，我就互你青笑青笑，安尼吼。当然，目前所说的青笑即个词是讲啥物光鲜亮丽啊，啥物艺人还是明星穿甲足歹，安怎。毋过青笑死咧，却却是意外扑灭的死亡的意思。所以伫迄首诗内底，伊就讲啊真清楚，就是讲。你廖准讲无遐尼政治，原来嘛是政治。拄则3年所讲，有一寡人认定讲啊，我是毋是用较软的，是啥？歹势，恁爸直接讲台语，迄就是一种政治的选择啦。所以对遐个人来讲，只要伊骗着一寡恁台湾人，台湾想要出头天，伊就甲你干掉当肥料。所以迄嘛是我过去伫读台湾通信一个知觉，一个感觉，就是讲因中华民国体制毋是要甲人教好巧的。是要甲人教讲，因为100%的人内底有5%伤巧的人，伊无想要爱伊歹管教；有5%的人是可能有问题，啊是安那，伊嘛无爱就直接甲伊牺牲掉。剩咧遐个中啊90%，就教到恁乖叫恁上战场就上战场，叫恁拢莫讲话，你就拢莫讲话。问题是，咱人的社会套可能是安尼生的嘛？我就讲迄个啥，Henry David Thoreau 第一《乌宾散记》内底就讲嘛，讲啥物？迄阵。我会记我高中的时读着迄本册是宝宝啊，因改写过，一直到前几年啊，我才看到伊专门的迄个规本的，拢台文的，我听甲有台文的呢。啊，尾后佫找着英文的吼，讲到台文的时候，伊有一个第18章，然后我进前看迄个敢若17章尔，哪会规个第18章结论拢总完全无去？啊，无去，我看到一句话实在规个刺起来，伊句安怎讲？伊讲。英国人和美国人提出一个有够含的要求，讲叫你讲话就爱互因听有啦。我一看到一句话，规醒起来，安怎讲醒起来？为什么白色恐怖时代叫所有台湾人拢爱讲因的中国话？因为你若毋讲中国话，伊就听无啊，伊听无要安怎甲你监听啊？所以因遐中国人就足夭寿的，就是安尼生，甲你的喙齿加掉，甲恁的优秀的人，迄个头前5%优秀的王玉德、唐德章、林茂生。遐个优秀的人甲你干掉当肥料，然后讲恁台湾人无人无够人，一直到1996年的款吧，因的公务人员的考试才取消迄种啥物中国国身份的代表。啊，恁迄个时阵台湾人可能无到2000万人，连迄个10亿甲14亿的人口内底才占偌济，所以恁的台湾人去考公务人员的，每一年才会使分配你几个人尔。所以因就是来数台湾人的血嘛。我捌听到一个例，迄个例是啥物例？伊是1949年以后才出世的，就是伊的老爸老母是1949年对国民党来到台湾的。然后即个人已经差不多70岁啊。伊讲伊无台湾省籍的朋友啦，伊伫台湾结交的朋友拢是因讲的或者啥物外省的第一代、第二代。伊的财产是超1亿2亿，我就讲啊，
即种人的财产，毋是属台湾人的血水来，是安怎来？所以有当阵啊，变成讲，当然啦，台湾台语俗谚语一句话讲做西瓜挖大饼啦吼啊，倒有里头咱就来倒出，这较想影，可能是一个人伊挖落去的一种方式，还是选择嘛？因为坦白讲啦，人生在世每一日拢先求生存，才去讲嘛。啊，生存落来了，你才去追求什物马斯洛迄种5个阶段的砍杀嘛，后先挖落去，然后成就啥嘛。也毋过有当阵啊啦，过去70年中国国民党迄种居民政策，就是逐个拢讲就好啊。恁拢莫想遐尼济，啊！你我较好看待即个正义，一直到当可能还佫咧承担迄种居民政策以下的迄个效果。因为有足侪代志，我著讲嘛，史明老前辈讲过一句话嘛，咱先做一个人，人是啥物嘢？你应该有一寡公平正义，咱先做一个人，才来做一个台湾人。也毋过目前为止，因为过去70年的居民政策，变成讲有里头凊彩等2块糖啊，你著卖腰巴叉，啊，著掂掂啊。讲啊，迄无咱代志莫讲，因为自细汉到大汉，大人拢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掂掂听，莫讲话。因为你一讲毋对话，可能就规家口拢用干掉当袂了。一直到当真侪戏剧团的团体，因就是讲，因毋敢，嘛是讲，敢要讲毋敢，就讲因想要展现一寡过去的历史，也毋过伊用较软性的用话剧、用戏剧、用演戏的方式，啊伊。无法度直接，可比讲嘛是有啦。有一个汤德州的什物实景剧场嘛，就是直接拖一个人伫路着枪杀迄种的，迄就是当初因去用枪杀的画面嘛，嘛有伫加人的嘛，所以有当阵啊，有的人是爱用较软性，无毋着，互大家知影过去历史是安尼生。啊，当然有一寡人就是爱用较激烈的方式，互咱知影讲过去历史就是遮尔残忍安尼发生。当然。咱即马来知，毋是讲要搁重新再发生，毋是是要让你记住讲过去有即种无好的历史，咱袂使互伊搁发生。最近因为选举的关系，嘛有人讲嘛，恁若现主是无好啊投票，有可能你后壁人就讲嘛，香港就伫头前互你看。啊，所以即个台湾国族的意识应该就是讲，咱先有才调建立咱家己的主体本体即种认识认办，然后你后壁要安怎行，迄真正是每一人考虑。甲伊的设想啊，以上。麻烦歹势啊，我甲你拍断吼。我认为讲台湾国族意识是主观意识嘛吼，伊是精神思考、精神活动啦吼。所以台湾国族意识无迄个啥物激进，无激进吼，无，敢若做法有激进无激，就种做法上会互人感觉讲你是激进啊无激进，思想绝对是无迄个对任何人来讲啦吼，每一个人伊的思考拢是家己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思考拢是激进的嘛，拢是伊家己足 extremely 的，伊 his own side 吼 ，his own position， his own po， 伊拢是伊家己的吼，所以这我听明者吼，就是讲这是我的看法吼。我会使讲一下无？大东兄稍等下吼，我小甲我要讲小讲者，时间足有限的吼。咱剩10分钟，我第一点就来甲。大家较参与的人讲，其实咱逐边拢是安那10分钟尔吼，毋是10分钟，1点钟的时间尔，所以你若较晚来，歹势咱后礼拜再继续来欢迎你来参与啦吼，我欢迎你来参加。啊，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我拄则有伫咧即个拼音课有搭一个迄个我拄则有讲的迄个高格夫吼，高格夫伊是一个敢若是法国人伊所讲的，伊的演讲吼，地缘政治甲国家认同吼，有兴趣你再去听啦，去看。我是无伫内底无感觉特别有啥物好，我无得到啥物啦吼。但是内底有啥一项趣味的，拄则我讲一个例吼，恁有兴趣再家己去看。啊，第三是我要补充就是讲吼，我那个电冰箱啦吼，我专门咧冷场的啦吼。我嘛认为讲吼，台湾人伤看重一个物件叫做民主啦吼。其实我对民主即个物件是拍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讲我认为伊根本就无遮尔重要。但是台湾人特别爱讲即个民主，我电脑我即条看伫咧蔡英文嘛，咧讲啊民主，我想讲民主敢真正是遮尔重要。民主一个问题足严重的，就是讲大家拢知影，票多的人赢，票输的人就是票少的人就是输嘛。啊，今仔日若票多的人徛伫咧你对立面的时候，你要安怎？
这嘛是民主啊，但你要安怎？对方比你较侪人多势众，你敢着爱我导航啊？以后拢归恁啊！我以后拢莫做。我甲你讲，绝对袂当即种想法，所以民主绝对毋是上重要的。对台湾即种迷信吼，其实真正你爱改变吼。我今仔日甲各位拜托，你爱改变，莫甲民主摕伫第一。啥物上重要？啥物是上重要？意识形态开阔，开阔意识形态扩阔，才是上重要的。所以你爱想办法，有法度互人理解讲你所想的，有法度互人甲人说服，还是互人有法度互人甲你接受安尼。你有法度甲即个意识形态甲扩阔出去，迄比民主较重要。为虾米呢？当对方伊有相款的意识形态的时阵，伊转票绝对是含你转的是相款的啦。你免烦恼讲伊走票哦。所以这绝对是比民主较重要。这嘛是咱平常时在咧做，咱应该搁继续做，而且做搁较多，做搁较好的工课，就是意识形态的扩阔，吼，意识形态的扩张啦。我用华语讲安尼，希望大家能理解。好，大佬兄，歹势，互你。哦，好，不要紧，我尽量紧的吼。迄个我有搭一个 link 伫 chat room 吼，这就是蔡建元，伊即马敢若有开一个什物大雁讲堂吼。这咱中天电视咱拢知影，伊是受中国的控制。啊，伊内底讲，迄个台湾的民族，啥物叫做台湾人？伊就是对血统啊，吼，讲台湾人的祖先拢对中国遐来的，吼。啊是安那几百年前的战乱安那来，啊伊有家己的解说，甚至伊内底搁较含的，伊有讲做连原住民嘛是中国的迄个祖先对遐来，所以意思就是台湾原住民嘛算中华民族，所以我感觉即种就是讲甲所谓的 identity， 咱说 identity 身份认同，你有搭迄个高福格，即个法国人伊。嘛是伫教即种所谓身份认同 identity， 啊国族意识，你是虾米人？哦，其实你是虾米人，这就是哲学问题嘛，对吧？我相信你不管带一个人，你拢爱问讲你是虾米人，你对倒位来，你要去倒位？啊，即种的就是讲，所以你的归属感，我嘛看过几集伊的迄个身份认同内底都有归属感，咱人拢爱有归属感。因为咱伫茫茫大海里面，你希望讲某几个人甲你是认同的，你有归属，我是你的共的迄个团体内底一份子，所以咱有归属感，咱会安心，咱会感觉快乐。所以这所谓的 identity， 对吧？你的身份的认同是啥？甲你的归属感、甲你的国族意识拢有关系。啊，所以我讲的意思，今仔日咱面对蔡建元即种的理论的时阵，你要安怎去解理解？我讲的头仔很原也讲的，思想无所谓的迄个激进甲无激进，咱遮伫思想的激荡拢是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啊。我有即种的想法，证明讲我就是有存在啊。你的看法甲我无共，咱会用激荡，啊，咱有偏激甲无偏激是伫行为。比如讲我无认同你，我就甲你掠起来，我甲你压落去，我甲你讲话，这就是激进啊。但是咱的思想袂激进啊，无激进，咱只要容许对方甲咱不同意见，安尼就是自由的思想。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讲，咱拄着即种的蔡建元即种的时阵，你要安怎去了解？你袂起来带歪。咱看到伊当针对迄个少年人安尼讲。有个少年人会讲遐有道理的，阮兜拜祖先的拢对中国来的，啊，阮兜安那过年过节拢做什么代志，甲中国人拢有像，安尼我感觉你都无起来带我去，所以咱爱了解讲所谓的迄个国族意识 identity 归属感，这是安怎定义，啊无咱会去互人迄个凊彩就带坏。安尼我讲啊真好。感谢大肚兄，你甲我所讲的，佮做一个真好的 summarize 吼，甲我即个总结吼。真正是讲，你平常时，咱上重要的是，咱做人就是爱温柔谦卑吼，爱有礼貌，这真正足重要。不管你是毋是大陆分子啦，你是毋是台湾各族意识的支持者，咱若有即种人性的，咱有即种特质的时阵，咱所讲的别人较愿意接受吼。啊，所以。
当别人讲你想法激进，的时阵，其实你做法爱真正是爱温柔，爱谦卑。啊，时间有限吼，我做总结啦吼。咱以达你即嘛在礼拜，时间无啊，剩3分钟啊。我顶头即个 link 拼 link，即个拼 link 是我即个录影吼，伫 YouTube 录影，所以你若换礼拜你若有兴趣听头前我所讲的，大家所分享的吼，你早去听即个 YouTube 吼。我拄则是一个对，即个大东兄所打迄什么蔡正元迄吼，各位吼毋免去看啦吼。歹势我毋是针对大东兄，我意思是讲，迄无必要去看啦。我会当甲各位解释啦吼。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吼，这是我当然是现学现卖，我是很学的吼。民族主义的三种理论吼，一种是原始主义，原始主义就是啥？就是讲靠血统、血缘即种，国家一个民族是安怎建立起来？因讲是就是安尼，这是原始主义吼。所以蔡正元因就是拢停留伫迄个原始主义的迄种程度尔。我讲即种是足低路的啦吼。即种低路你若要去低路，你着去学袂要紧，你去摕出来看卖，到底因咧讲啥吼？就是讲，莫用即种遮尔低路来面对台湾国族意识吼。台湾国族意识若遮低路，无必要。大家迄个今仔日咱散会稍息之后，不尽力解散啦吼。毋是遮尔低路。我拄则讲3项，我讲第2项，第2项叫做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其实就是有伫遐成拄则大东兄所介绍的什么大英峰因讲的，就是客观条件。讲你整个民族即个，或者是整个即个国族、即个国家的存在，伊是客观伫遐，就是伫遐。你无必要去你努力，你无必要讲去想要做，伊就伫遐吼。台湾国族意识嘛，绝对无可能。就是结构主义嘛，吼，因为伊就无伫遐嘛，你若今仔日无主动去做，伊就无可能存在，吼。所以这是结构主义。第3个叫做建构主义，结构甲建构差伫倒位？建构就是伊叫咱 constructivism 吼，结构是 structuralism 迄种吼。结构就是讲伊是客观嘛，吼，伊是客观存在伫遐。建构是讲我爱拍拼，我努力去营造去甲起来，去出力，去甲做工才有法度做会起来的物件。所以咱的台湾国族意识其实建构主义的物件的产物吼。你需要人大家互相来认同，来拍拼努力，伊才可能会当设立起来的物件吼。建构主义嘛是即嘛民族主义内底上主流的看法啦，这是学界的讲法啦，就是讲啥物叫做民族？民族拢是建构起来。就是大家所想出来，大家共同所营造起来吼，这才是一个台湾国族，这是民族主义吼。好，时间到这，时间已经到，咱到这咱也关房，感谢各位参与，咱后礼拜佫继续。后礼拜我会想一下主题啦，想一寡问题来和大家来努力激荡吼，来开脑洞吼，大家来斗阵来学习。安尼到这，感谢各位关房，好。再会，拜拜。再会。大家快乐。多谢大家。